我係東華之友星級榮譽大使楊千嬅。大家關心自己身邊嘅親友同事，有冇發現到社會上邊仲有好多需要幫助嘅弱勢社群呢？你每日只需要捐出10蚊，一年就有80位嘅貧病者可以得到免費醫療診治。熱切獻上每分愛，每點真，輔助患難互關心，是人想到了別人，行善我願能，盡我愛意獻善心，東華心，千顆心共行。東華三院，一個你同我熟悉嘅名字，140多年嚟以贈醫施藥、照顧貧苦大眾為使命，同香港人同舟共濟，互相扶持，與香港同步成長，見證住香港獨特嘅歷史同文化發展，象徵住香港人甚至全球華人嘅慈善足跡。你哋一人帶多個朋友參加東華之友，同我一齊為東華三院籌集善款，支持佢哋發展持續嘅醫療、教育同社會福利服務，以及東華歷史檔案及文獻保育工作，將東華慈善嘅精神發揚光大。你為我哋帶嚟嘅穩定善款，將會幫助弱勢社群，好似一啲低收入嘅家庭、隱蔽長者、貧病者、露宿者同弱能人士，等佢哋得到長期嘅照顧同支援。東華三院亦都會透過月捐善款，為弱勢社群創造升學同就業嘅機會，鼓勵佢哋投入社會，自力更生。愛你身邊嘅親友同朋友嘅同事，亦都請你嘅愛心慷慨咁分享俾社會上邊有需要嘅人。